继续来关心两件台中的警察掠通缉犯的消息。有一条警察去一间铁厝，要掠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结果一个歹徒塑胶刀要伤害家己，威胁警察放伊一条生路。因另外一件是一个早起的通缉犯，警察甲伊临检的时阵，伊惊配合，落尾手讲要转去摕证件，煞向逃窜。不过警方嘛无咧惊伊，落尾手这两个通缉犯是拢去互警方抓起来，移送法办。 自己出来了啦！四单的查甫人为着闪避警方查缉，迄日去台中探出一间铁厝徛过便所，警察围伫外口要抓伊，无想四单的查甫人雄雄摕一支刀啊，拄伫家己颔棍顶面，拜托警察放伊一条生路。打他手！你打人哦！不要啦，你不要这样啦！狗不要！警察派人43岁四单的查甫人有3件。 毒品通缉案件，也都无有警察抓，也冲破这个包围。警方随呼叫巡逻警察来支援，结果喷辣椒水甲抓到，专案依照妨害公务、毒品通缉这罪嫌移送侦办。危急之际，员警使用辣椒水，并迅速上前将其压制在地。该陈姓男子为涉嫌3案的毒品通缉犯，全案依妨害公务罪及毒品通缉等案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我是不是老队？ 另外，这35岁姓王查甫人，相关也是通缉犯，进前伫台中中区，因为行迹可疑，互警方查来，过程中规身躯皮线，本身分身伫中处所在，确实向人越头就走。警察赶紧骑车掠人，趁这查甫人无说离跋倒时阵，赶紧甲掠起来。王然自知瞒不过，转身逃跑，并于逃跑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。经员警逮捕后，全案依法将王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警方讲，这姓王查甫人涉嫌3件诈欺案，互通缉，至少面临4年有期徒刑。为着无想要用掠去关，已经走路1个月啊，尾也是互警方移送台中地检署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